音控麻烦宣召，谢谢。上帝啊，愿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上帝啊，你所受的恶恼，拄拄甲你的名相合，到伫地极。你的正手满满公义。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即时来吟诗来学了咱的天父上帝，请咱起立来吟神圣诗303首。神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大家有缘三角来祈祷，请阮的阿爸爸上帝，我知影你疼阮，因为你是疼的源头，你是万福的本源，所以阮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学了你，阮要尽心尽意尽性来学了你，也要来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自阮搁是做人的时阵，你就疼阮，你的疼是无穷无尽。阮知影你的疼是永远袂改变，你搁是白白来赏赐稳定、平安、甲福气伫阮当中。阮搁会当真做你宝贝的女儿，阮要来搁较深来听你。来学了你，来服侍你。主总是，阮知影，阮也有软弱的时阵，主愿你来扶持阮，来帮助阮。主，阮知影，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照着你，无人会当到伫爸遐。阮求主你来亲自来塑造阮，用你丰盛的慈爱。继续来款待阮，也求你赦免阮所犯的罪过，互阮会当因为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互阮会当真做圣洁，伫你面前来敬拜、学了你，来服侍你。主，阮较无来就近你，也专心来倚靠你。主。
求你来帮助阮，尽心尽意尽力来服侍你，来做你的工，也帮助我会当听做你，会当赢过这个世间，保守阮的心，会当赢过保守一切，也帮助阮会当彼此相听，互阮的性命内面有主你的听，也有主你的同在。主，阮较无要来就近你，也较无你永远的平安甲愿望。阮求主你继续来使阮带领阮的罗州教会，因为阮知这是你所建立的教会，就是你的头，阮就是你的肢体。阮要一生一世要来跟缀你，阮也相信一生一世要有恩惠之外，要对着阮。阮也要永远踮伫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恳求主你帮赞，互阮会当持守你的假是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互阮会当行伫你意爱的旨意内面，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阮今日做日也邀请三直播教会的陈牧师伫遮要来讲道分享信息，也求主你帮赞，高我伫陈牧师，也求圣神充满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当中，互阮会当有喜乐的心，也会当专心来听你的话语，来养持阮的灵命，当得到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来求，阿门。这是请咱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15，请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15，也就是诗篇51篇，伫圣诗后面1025页，1025页。现着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应。上帝啊，你的听袂改变，求你怜悯我。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意爱的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嘴。你无爱情生，若爱我欢喜现。
上帝啊，你所爱的这是痛悔的心灵。阿门。这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日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是新圣诗140首，耶稣的手扶持我。愿上帝甲听咱救主耶稣常常扶持咱。这是咱来享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合解书，旧约合解书第1章。旧约合解书第1章，咱要伫第2节看到12节。第2节，我来读。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话安尼讲：这个百姓讲起耶和华殿的事，迄个时还袂到。
迄是耶和华的话托先知合解讲，即间殿犹原荒废。这件是恁家己徛起天花板的厝的事吗？当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恁也会种济，收成少，恁食袂话饱，啉也袂止渴，穿衫也袂烧，得到工钱的用工钱下伫破空的地啊。第7节，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恁上山取材料来起即个殿，我就因为安尼欢喜，搁得到阳光。这是耶和华讲的。恁仰望得到多，你看反倒得到少。恁带到厝的，我就分互伊无去。这是甚物缘故？是因为我的殿荒废，恁逐人赶紧家己的厝。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所以，因为恁的缘故，天就无落露水，地也无出土产。我互抗旱到伫土地，伫山头，伫五谷，伫新酒，伫油，伫地上所出的，伫人，伫精神，伫人的手着我得到的。第12节，迄时撒勒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沙达的囝这石头约书亚，甲所剩的百姓，拢听叹因的上帝耶和华的声，甲先知合解奉耶和华因的上帝找伊所讲的话。百姓也伫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的心。以上。这是请兄弟姊妹三甲起立来纪念新的改名，新的改名站来。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做你的上帝。这个改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改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捌听，你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今日咱的国成牧师甲一介牧师拢无伫，拢伫别位教会哈。今日咱邀请到三重埔教会的牧师陈志安牧师伫咱当中来讲道。咱这时阵就将时间留互咱牧师，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吼，佮有一摆机会当来到咱的教会，遮甲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这是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愿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献上阮的祈祷。愿主你圣神甲阮三角之地，愿主你引带阮，也保守阮，互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帮助，互你的话语真做阮的快乐。伫你面前，愿恳求祈祷，愿主你即时圣神甲阮三角同在，引带阮，听阮恳求的声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检查咱伫圣经内底，咱真少会去显着、去看到的先知册。因为一般咱的兄弟姊妹咧读先知册的时阵吼，大家都会开始听，因为看无、读无，阁毋知影伊咧讲啥。
所以读先知书吼，咱必须吼爱甲整个旧约的圣经吼，爱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咱才有法度了解到先知到底咧甲咱讲啥物。咱照着圣经，咱看到伫摩西五经就是律法的册了后，接续有几啊本，就是咱咧讲的历史的册。总是咱咧读这历史的册，包括着约书亚记、士师记，包括到伫列王记上下卷，到伫历代志上下卷，这拢是历史的册。所以伊照着时间表，照着一件一件的事件安尼来记录落来，总是先知书咧，都无共啊。每一个先知伊爱配合的，咱常常咧讲的，伊就好亲像是一个平行共款。你看到每一本对伫列王记，对伫历代志上下卷开始，你就爱将这先知甲对照过来。所以你爱两本册照去看。当你咧看到先知书，伊咧讲到伊咧做先知的时阵是虾米王做，虾米人做王，虾米人做王的时阵，咱就爱有一个概念。爱登去看列王记上下卷，爱登去看历代志上下卷，咱才有法度了解到，哇，原来这个先知咧讲这件事件的时阵，到底迄个事件是发生啥物？所以今日咱要来看的就是哈该书。哈该书真特别，因为伊是真这个小先知的内底上特别的三个先知啊。这三个先知因服侍的时阵是啥物？是即群受掠到伫巴比伦帝国的这以色列人，因面对巴比伦的帝国，将因掠去到伫巴比伦了后，巴比伦帝国煞伫一天的中间完全消灭、毁灭去。波斯帝国兴起，波斯王愿意也互这个以色列百姓，因会当转去到着耶路撒冷，伊伫耶路撒冷。伫迄所在会当重新来恢复因的家园。哈该书，咱阁看到撒迦利亚书，以及最后一本马拉基书，这三个先知，因就是咧服侍即群对巴比伦帝国、对波斯转来到伫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咱清楚了解。这群人，这三位先知，因咧服侍的，就是这群犹太人，因对波斯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咱看整个先知书的时阵，你会发现讲吼，这群犹太人吼，非常的可爱吼，因为因常常吼，牧师拢会讲吼，因是健忘症，常常袂记哩，常常袂记哩啥物。袂记哩上帝恩典，总是咱看到着犹太人的时阵，好亲像甲咱每一个人嘛拢共款啊。咱会面对着困难，咱会面对着上帝的处罚的，总是上帝兴起这困难处罚，互咱了解，互咱看见家己的软弱，咱会悔改认罪袂？会啊！当咱悔改认罪，上帝拯救咱，互咱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了后。咱迄个劣根性吼，咱迄个罪性吼，就搁走出来。咱若无犯一点仔罪吼，敢若对不起家己安尼，就会搁去做一点点仔互上帝无欢喜的事，然后上帝搁甲咱处罚，处罚了后，咱搁讲上帝啊，我毋对啊，求你赦免我。上帝原谅咱，赦免咱，搁互咱平安时阵，咱开始过一平安的日子，咱搁开始安怎想要做怪啊？犹太人因也共款。先知不断地甲因讲，恁着爱悔改。当这犹太人愿意悔改认罪时阵，上帝来消灭这个所有的对敌，互因过一个平安的日子，互因领受恩典。总是伫咧领受恩典的时阵，因搁开始想要犯罪，犯罪了后，搁开始求救上帝。咱看到这就是一个依靠啊，这就是不断的遐循环啊。最后，咱看到这群犹太人，这群的以色列这百姓，最后上帝互因整个国家无去。伫主前586年的时阵，上帝用非常暴力的方式，互巴比伦帝国来鞭挞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来互因受到教训，互因经历国家无去，互因受掠。到伫巴比伦伫遐来做奴隶，
你位兄弟，当咱看见到以色列人的遮个悲伤、遮个悲惨的经历的时阵，咱有可能拢会想到，上帝你哪会遐残忍啊？上帝你哪会遐可怕？不怪牧师咧带侪青少年的时阵吼，因上无爱读的就是旧约，因为因感觉到旧约的上帝安怎无疼心，做一点点代志尔，甚至互人整个国家拢无去。总是咱看到上帝，敢是真正无疼的上帝吗？当咱咧讲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时阵，反倒当咱是毋是嘛会讲上帝是主爱的上帝？当这个公义的上帝甲主爱的上帝，因要安怎做伙？这就是上帝的疼痛啊！上帝伊一方面是公义的上帝，总是伊咧处罚的过程中间，伊所仰望的是啥物？是咱会当行伫上帝旨意内底，是咱拢会当行伫即个正路的顶面。咱认为，咱侪人是做爸爸妈妈的，同款。当咱咧教导咱的细囝的时阵，请问你是毋是公义的父母？是哦。当咱用真严厉、真严肃的心来管教、来教导咱的细囝的时阵，对咱的细囝来讲，你就是真可怕，你咧骂我。总是咱做父母的心是安怎？疼即个囝儿，仰望伊的行为会当改正。仰望伊会当行伫即个正路顶面，行伫真理顶面。伊赶紧修正伊的行为，会当回到伫正常正确的位置顶面。你兄弟，上帝对待以色列人，就亲像咱共款。所以咱看到的咱的上帝是一个伫遐听候，只要以色列人愿意认罪、愿意悔改、愿意搁一摆求叫上帝的时阵，上帝就带领因返到伫家己的故乡，重新起做。弟兄姊妹，一个遐尼啊强盛的一个巴比伦帝国，真趣味。伫一天一暝的过程中间，就互波斯帝国完全来取代。这段真特别的过程，这段真特别的历史，咱会当回去看到伫但以理书。伫但以理书内底记载，巴比伦帝国怎样伫一暝的过程中间完全变达，完全倒大去。总是咱也看到波斯人安怎来接受这个巴比伦帝国。咱也伫波斯这个帝国内底，咱看到波斯的皇帝古列，这个古列真有上帝甲伊同在这个疼心。伊讨放所有受掠到伫巴比伦的遮以色列人，互因会当返去到伫家己的厝，互因会当伫家己的厝顶面来重新起造遮个家园。迄一摆放转去的遮个犹太人，遮个伫受掠到伫巴比伦的犹太人，总共就5万外人，总共就5万外人。所以咱看到伫所罗巴伯。伫大祭司头约书亚会带领下面，即群的百姓，因就欢欢喜喜带着伫巴比伦所有的产业，带着所有的厝内底的人，因用真欢喜的心，因行路，因到伫因原本的故乡，行到伫耶路撒冷。你兄弟，因伫遐用真欢喜的心，真热切的心，伫遐返到伫因的家园。你兄弟，咱有拄着困难无？如果咱将咱的困难甲以色列人来比，因整个国家拢无去啊，咱的困难敢有比因搁较大？咱敢有受掠到伫外国伫遐咧做奴隶吗？咱无啊。咱所拄着的困难，无比拄着巴比伦帝国遐尼啊可怕。所以咱甲因比袂赢。总是咱看到上帝恩典若临到的时阵，上帝拯救若临到的时阵，一切困难伫上帝眼中拢安怎？真侪无困难的事，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一个强盛的巴比伦帝国，煞会当伫一暝的过程中间，完全无去变大。如果这毋是上帝的手，如果这毋是上帝的作为，
哪有可能会发生？各位所听的兄弟姊妹，咱所面对的困难，咱所面对的环境，无面对巴比伦帝国遐尔啊可怕，总是上帝悠然出手伫遐咧帮助咱。上帝是互一切无可能的转变成做可能的。不管你的困难有偌大，不管你所面对的挑战有偌困难，只要咱抓牢上帝。只要咱将咱生命中的处事甲克服掉的时阵，只要咱无亲像以色列人共款迄个心遐尔啊硬的时阵，我相信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拢会完成迄个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今日要通过哈该书来看，即群犹太人因到底生命拄着什么款的问题，所以造成今日的经文中间，上帝不断爱甲因讲。恁着审查恁的所行，恁着审查家己的所行。这群首领到伫巴比伦的这群犹太人，因归回到伫耶路撒冷了后，因第一个使命、第一个任务是啥物？开始起造上帝的圣殿，开始起造上帝的圣殿。总是咱若通过哈该书，也是通过这个以斯列这个先知册的过程中间，你会当去清楚看到，当伊咧起造圣殿的时阵，有拄着困难无？有啊，因原本所徛起的迄块地耶路撒冷，已经互其他的民族来占领，所以因重新转去的时阵，因搁爱面对着已经占领伫遐的人，爱将因赶出，然后爱重新伫遐来起造。伫遐起造时阵，佮拄着侪的阻挡，无遮个原本已经徛起伫遐的人，因无欢喜，因伫遐来做即个工，所以不断恐吓因，不断来威胁因，不断来阻挡因。总是弟兄姐，即群以色列人，因面对着遮个阻挡的时阵，因拄着什么款的事？真趣味。这群以色列人拄到这个困难的时阵，伊就将上帝的圣殿，将这个因第一个任务安怎，甲放伫边。啊，既然这个事工遐困难，无咱放伫边啦，无要紧啦，咱就先甲放咧累积啊，无想要做啊。到后来，因竟然放弃啊，将上帝的圣殿放伫边，然后因开始做啥物？对今日的经文内底真趣味，上帝圣殿趴远，总是即群犹太人、以色列人因安怎？因家己伫遐起造有天花板的厝，什么意思？上帝的圣殿可能连天花板拢无，搁伫遐风吹日晒雨淋，总是即群以色列人安怎？家己的厝起了非常的舒适，甚至连天花板拢起好啊，一切拢就好，拢就定位啊。伫遐咧享受生活，即个将上帝圣殿的工程一扛就扛偌久？16年的时间，刘兄姐，16年啊！伫这16年的中间，即群以色列人开始起造家己的家园，开始起造家己所要住的厝体，总是上帝的厝，悠然趴远。哈该就是伫即个时阵，伊受呼召出来。伊伫遮重新来鼓励遮的百姓，甲因讲：恁毋通将生命中上重要的迄个处事甲侮毋着啊！伊爱遮的兄弟姊妹，爱遮的犹太人，因搁一摆来看见着因列祖因所犯的遐个错误，看见因的列祖正前所行的毋对，搁一摆提醒因。毋通对落，嘛毋通互家己陷落伫迄个困难、迄个灾厄中间。你兄弟，咱拢是人，只要是人就会软弱，只要是人就有可能因为家己的软弱来失败、来跋倒。总是失败甲跋倒，毋是见效的事。上重要是伫咱的内面，伫即个跋倒的内面，伫即个失败的内面，咱敢有学到什么款的功课？咱敢有学到什么款的教训？
你兄弟，有可能咱会失败，有可能咱会拄到侪跋倒的时阵，总是伫即个跋倒的时阵，咱敢有学到一摆的功课。上帝互咱所行的每一条路，有可能这条路你行到路尾，你发现是一条死路。总是当咱越头越倒转的时阵，你会看见，原来是这条死路的内面，上帝互我学习侪的功课。学界就是伫遐讲起着，请恁看到伫恁列祖所做，因所犯的遮跋倒的事、错误的事，难道恁也未学习到功课吗？恁也未学习到遮的功课吗？你兄这上帝要帮助咱，互咱伫生命拄着阻挡的时阵，其实伊是互咱学习教训，学习到侪咱爱学习的功课。先知学界这个名吼真趣味，咱也有咧读圣经，咱知影圣经内底每一个人物的名吼，拢有伊一个原本的意思。学界这个希伯来文，伊原来意思就是节庆、庆典、庆祝的节日，是一个庆祝的节日。所以有圣经学家认为吼，这个学界出世的迄一日吼，有可能是拄着以色列人中间因咧庆祝欢喜的一个大的节期啊。所以伊的老母将伊号这个名叫做学界。可能咱还阁无清楚吼。伫咱台湾吼，咱若10月初10出世的，咱拢会号做啥物名？国庆，安尼恁了解啊吼？学界就是国庆啊。所以咱看到伊父母，可能即个圣经学家咧推测，有可能学界就是伫欢喜的日子伫遐来出世。咱也推测学界有可能是一个真老的先知啊。因为咱对学界书第2章第3节内底。第2章第3节内底，咱来推测，咱看到学界真有可能，伊目睭看见着所罗门王所起造的迄个真水、真富丽堂皇、真荣耀的这间圣殿。相传讲，学界有可能伊看过这间圣殿，然后伊受掠整个南国犹大毁灭，受到巴比伦毁灭。因去到伫巴比伦，然后伫巴比伦的过程中间，伫遐真做努力，然后搁一摆转来飞回到伫耶路撒冷。推测伊伫咧写学界书，搁一摆转到伫耶路撒冷的时阵，有可能是已经80几岁的老大人啊。所以咱安尼推测，有可能伊年岁抑个少年，抑个咧做囡仔的时阵。迄当阵的国家其实当咧面对非常败坏的一个环境，非常乱弱，非常罪恶，上帝要毁灭这个国家的时阵，总是一个大庆祝的日的时阵，伊的父母犹原伫遐来为着这个细囝的出世，伫遐来欢喜快乐。虽然咱毋知影学界的出世是毋是真正伫咧这个大的节期的中间。总是咱对伊父母为伊号这个名就知影，伊父母是望这个细囝的性命。虽然伫咧环境无好的中间，总是这个细囝的性命是带着喜乐，是带着欢喜，是会当来荣光上帝的性命。所以咧，兄弟，咱伫困难的内面，学界伊的出世是伫一个环境非常无好，国家面对要灭亡的时阵。总是咱看到伊的性命，犹原是一个恶乐上帝的性命，是一个荣光上帝的性命。当咱的性命拄着阻挡的时阵，搁一摆来审查咱家己，来调整咱家己。总是这群以色列人因拄着困难的时阵，因互生命伫遐来停止。第2节的经文，咱看到万军的耶和华伊的话安尼讲：，这个百姓讲，去耶和华的殿的时，迄个时也未到。上帝伊亲自对学界来讲出，这个因犹太人真正停止上帝的讲的真正一个原因，甲讲出来啊。牧师拄则讲到，
这群以色列人，这群5万人，因登到伫耶路撒冷的第一个目的是啥物？起圣殿。因第一个任务，因是爱起圣殿。这个目标是非常的清楚。这个目标非常的清楚，因就是爱起圣殿。但是工程甲进行一点点啊，就因为当地的遮的撒玛利亚人的阻挡，因就伫遐停止啊，因就伫遐停止啊。然后第20个经文，互咱看到，因为着这个停止，这个停止的理由是啥物？去耶和华的殿的时安怎也未到，去耶和华殿的时也未到。你遐这对咱来看，这只不过是啥物？一个借口啦，听。所以咱看到有的时阵吼，咱咧做上帝，讲咱嘛常常安尼呢。拄着一点点的困难，拄着一点点的人的沟通无介好的时阵。咱就互伊一个真富丽堂皇的理由，叫做啥物？上帝时间也未到。牧师，我嘛捌经历过安尼。我正正咧做传道，伫咧即个讲台，甲大家分享着我搁咧考神学院迄当阵的故事。当我咧考神学院，也准备要考的时阵，我当阵我第一年，我甲上帝拒绝，因为我搁要趁钱，我搁要读研究所，我搁要做侪事。所以我互上帝一个理由，我嘛互我的爸母、互我的同工一个理由，叫做上帝时间也未到。你遐这后来我咧准备这段经文时，我才想到，原来圣经早就甲我讲到啊，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啊。你遐这因带着波斯皇帝的命令，因带着这个非常济的物件。非常大的资源来到伫耶路撒冷，因个资源非常的多。因到伫耶路撒冷，因面对当地人的阻挡的时阵，因就将这个工程、将这个任务、将这个上帝予因的使命停落来啊！上帝予因的使命，因就安尼停落来，各自去发展家己的事业，家己去发展家己的厝，去做家己的工作。然后，互这个停工的理由讲到，去上帝的厝的时也未到。牧师常咱讲，因有非常多的资源的，咱有时间咱登去看《以斯列记》《以斯拉记》第2章啊。《以斯列记》内底第2章讲到，因的人力资源哦，所转去的人就5万人啊。咱来想哦，今日若咱泸州教会要登起，上帝互咱有5万的工人。咱爱起偌久，甲起会好？我想一定非常紧吧。16年因也未起好，反倒等因家己的厝起好啊。我看到讲牧师啊，有人无可能，无法度做啊，搁有材料吧？即个运送材料的交通的工具，包括马，包括骆驼，包括侪即个驴啊，8100外只。你讲牧师啊，无材料啊？牧师甲你讲，货车有8100外台的8000外台的货车，一台一台甲你载遮的物资来。牧师啊，去圣殿无钱呢。波斯皇帝为因准备金仔500公斤，银3公吨。你遐这资源来起泸州教会好无？好吼，啊，恁会起16年咧，袂吧？总是咱看到即群犹太人因安怎？咱若来遮要起重新起泸州教会，结果去互亚细亚人讲袂当啦，恁袂当伫遮起啦，卖啦，袂当你甲你阻挡，你若起我甲你威胁哦，我互你无性命哦。啊好啦，咱啦，卖啦，卖好，安尼阮来起家己的厝好啊。这就是即群犹太人因所面对的。波斯皇帝运用政府的资源，你遐这波斯皇帝毋是信上帝的人呢，伊愿意运用这个资源，为因奉献金银，甚至奉献着祭司的礼服100领。这个人力的资源，这个骆驼，这个马，这个金，这个银，拢完全拢甲因准备好啊！这个资源拢准备好，甚至是一个外邦人甲咱准备好，
这是一个真讽刺的一段话。结果因煞互上帝的这个工程做一个借口，叫做起的时也未到。如果咱泸州教会有遮个资源，恁敢有好胆甲上帝讲，上帝起的时也未到？总是咱真正无法度去想象，即群以色列人、即群犹太人，因的读壳到底咧受啥？因的资源应该讲是非常的丰富啊！弟兄兄弟，对这段的历史的中间，咱学习啥物？对这段历史的过程中间，咱看到咱常常领受到上帝予咱的使命了后，咱一开始非常积极，一开始非常的努力伫咧执行这个事工。总是当开始执行的时阵，咱一定会拄到困难。总是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咱就开始怀疑啊，这个使命敢是真正上帝爱咱做的？这个使命敢是对的？牧师敢若做唔对代志，这个事工敢若无啥对呢？然后开始就会用啊，牧师啊，上帝时间还未到，咱搁暂时较莫做，咱搁看卖咧，咱搁停落来，然后一停就甲上帝讲下落来，咱开始去做家己的代志。弟兄姊妹，咱对这段的故事内底，咱看到，咱只有看到满足咱家己的。咱常常将上帝讲拄到困难的时阵，咱就甲放伫边。弟兄姊妹，咱做代志的时阵，真容易来放弃啊！特别是上帝原本爱咱做的代志，咱就爱来思考，到底咱所领受的迄个使命、迄个任务是啥物？如果咱所要做的事工是真正是上帝要予咱的使命，那安尼咱拄到困难的时阵，咱敢是真正安尼来停止，安尼来放弃吗？如果这个使命、这个事工是符合伫上帝的话语内面的事工，那为什么咱久久无去做？咱久久拢甲放落伫边。传福音大使命，这是耶和华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所予咱每一个人的。咱就去招万百姓来做主的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伊行洗礼。既然主所教导的，咱就教导伊来遵守。总是咱目前呢，咱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咱伫礼拜堂内底过了真舒适，总是咱常常袂记得咱爱做的使命是啥物。这个使命，咱毋若放16年啊！这个使命对耶稣上天就予咱，有可能咱已经超过2000年无去完成这个使命。搁一摆调整咱家己，看见咱家己。通过今日经文，予咱2点会当来三甲来反省。咱看到伫经文内底第5节到第6节的经文。当元君的耶和华上帝安尼讲：恁着审查恁的所行，恁夜整治罪，收成少，恁食也食袂饱，恁啉也袂止喙焦，穿衫也袂少，所得的工钱，用工钱下伫遮破空的地仔内面。所以咱看到，咱第一个反省是啥物？当咱将这个上帝予咱的任务、这个目标停止了后，咱的性命是啥款？当咱无阁继续转来到伫上帝话语来读上帝话语，伫属灵的生命顶悬来进步的时阵，咱的性命是安怎？当咱转去到着满足家己的需要，起家己的厝，互家己住伫有天花板的厝的时阵，然后上帝圣殿、上帝的圣工、上帝的事工趴远的时阵，咱的生命就亲像安尼，夜整治罪，收成的少。食也食袂饱，啉也袂止喙焦，衫也穿袂少。上恐怖的是，咱所赚的工钱安怎下伫破空的落地啊！哎呀，这就是这群以色列人、犹太人因这16年来的生活，这16年的生活，因想讲要为着家己的生活来努力，要互家己当得到饱足。总是食也食袂饱，啉也袂喙焦，穿也穿袂少，
所赚的钱也佫真做空空。弟兄兄姊，咱佫一摆爱来思考，如果教会无真做有画出一个教会应该有的使命，那安尼，遮个资源拢会空去，遮个一切拢会空去。基督徒这个名真趣味。基督徒伊原起初咧是一群人吼，用一个真轻视的一个意思来称呼即群遮个无信主的人，看见一群信耶稣的人吼，以耶稣以基督诚做因生命的中心，然后用即个基督徒来起笑因啊。讲恁遮的人吼，拢无为着家己啦，敢若为着耶稣啦，恁这有够戆的啦，所以恁叫做基督徒啦。反倒当咱用即个来反省咱家己，当时互人称做基督徒的，因是生命掠耶稣基督诚做因的中心。那现今咱咧，无需摆安尼想过。我用这段经文来反省我家己的时阵，有可能我连基督徒拢不配。我敢有以耶稣诚做我生命的中心？我敢有以耶稣诚做我生命的中心？如果将咱台湾现在的状况提到伫当时2000年前耶稣上天的时阵，因伫安提阿这个所在，安提阿人看见这群人的时阵，可能袂叫因基督徒啊，可能袂叫咱基督徒啊，因为当时因叫是因为这群人将耶稣放伫因的中心，因来起笑因。总是咱来时常反省咱家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审查咱家己，咱即摆状况是啥物？如果咱发现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是放伫追求肉体的满足，无放伫上帝旨意的时阵，那呢，咱来调整咱生活的心态，咱来调整咱的生活的心态。牧师毋是甲咱讲，咱就每一个人拢爱去考神学院。牧师毋是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拢一定要诚做专职的同工，伫咧教会中间服侍，毋是，是咱伫每一个工作单位的时阵。咱的心态，咱的生命中第一优先的是啥物？是毋是以荣耀上帝诚做咱的目标，还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当咱伫公司做任何的决定的时阵，咱爱思考的是，咱做这个决定敢有荣光上帝，还是咱甲一般的人同款，咱嘛会收回扣，咱嘛会贪污，咱嘛会去啉这花酒等等。弟兄兄姊，上帝毋是爱咱每一个人拢诚做牧者，总是上帝爱咱的是将咱的生命、将咱的生活心态调整个好势，调整个好势了后，咱才有法度搁一摆来出发，咱才有法度搁一摆来出发。通过今日的经文内底，咱搁看到后一步要安怎做？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讲。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审查恁的所行，恁着上山取材料，然后起来起这个殿。我就因为安尼来欢喜，来得到荣光。这是耶和华讲的。第9节到第11节，搁一摆重复来提醒：如果继续爱以满足家己的生活诚做目标，负着上帝的工作的时阵，那安尼咱的生命继续会高大。咱的生命继续会艰hạn，咱的生命继续永远袂进步。咱看到这段，恁着上山，恁着起来上山去取查，然后开始来起这个圣殿。取查开始起这个圣殿，弟兄姊注意听，取查开始起这个圣殿，我就因为安尼来欢喜快乐，得到荣光。上帝这段话是毋是讲，恁着去取查来起好势的圣殿，我才会欢喜快乐？毋是哦。上帝讲，你去取查开始起圣殿，我就欢喜快乐。上帝毋是讲圣殿起好，我才会欢喜快乐。上帝爱咱做的是啥物？旁远16年的工作，重新开始。只要咱愿意有行动的时阵，上帝就因为安尼欢喜快乐。当咱的生命咱愿意开始改变的时阵，上帝就安尼来欢喜快乐。耶和华上帝爱的毋是一个结果，
伊爱的毋是爱咱为伊起一个偌大的圣殿，伊爱咱的是以实际的行动去顺服伊的旨意。弟兄姊，上帝永远看的毋是结果，上帝咧看的是咱的内心，是咱的心态，是咱生命的处事对也毋对。上帝毋是迄个虚华的上帝。上帝毋是讲圣殿起了足水的、足大办的，我就意爱。如果上帝是安尼我看耶稣时代的圣殿一定是上水，因为当时这个希律王佮将伊定身装潢甲非常水的。总是咱看见上帝的旨意是啥物？伫咧主后70年的时阵，罗马帝国将这个圣殿安怎毁坏去啊？毁坏去啊！上帝永远就毋是一个虚华的上帝，伊毋是要看重迄个圣殿，伊所要看重的是咱每一个人敢有用实际的行动去顺服伊的旨意。你看这爱用实际的行动来顺服伊的旨意。咱听道理毋是只有听啦听，咱嘛爱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毋望咱每一个人每一天拢会当审查咱家己的行为，定心来审查咱家己，定心来调整咱家己，互咱会当来顺服上帝的旨意，领受上帝满满的恩典。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主啊，你通过黑解书对着阮有侪侪的提醒。主啊，有的时阵，阮的生命迄个处事已经混乱去啊！主啊，有的时阵，阮来教会只不过成做一种的习惯，成做一种的惯势的活动啦，定。主啊，求你调整阮，互阮的心是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主你所对阮讲的话。主啊，互阮用实际行动来忧伤忏悔，互阮伫你的面前来悔改，然后阮愿意起来。用实际行动回应上帝，顺服主你的旨意。主啊，无论你爱阮罗州教会做什么款的事工，只要合伫上帝你的心意，只要合伫上帝你的旨意，阮就拍拼做，尽开来做。因为阮相信，只要阮将上帝你的工放伫阮的第一优先，阮的生命是丰富的，阮的一切主你拢会保障阮。感谢主。互阮对着你的话语得到侪侪提醒甲教导，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感谢志恩牧师用上帝的话语一摆搁一摆来提醒咱，爱先查家己的行为，审查自己的行为咱即时咧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新圣诗173首，新圣诗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咱大家批判心来奉献，请知县的执事来服侍。今仔日是教会甲社会事工的奉献所日吼，请兄弟姊妹若是有感动的，手部内面吼有夹迄个奉献袋啊，若有感动的就会使来做奉献，若嘛来关心这件事工，这就是咱的实际行动。请大家起立来念奉献的诗。好，等者较安静一下。好，这是咱准备来读今仔日的谣句。今仔日的谣句是记载伫《合解书》第1章第7节。台语啊，咱来坐念2摆啦吼。台语三来，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万军的耶和华安尼讲。恁着省察恁的所行，《合解书》第1章第7节。我来介绍，今日有一个新的姊妹来伫这当中哈，陈代华是吗？陈代华，欢迎欢迎欢迎！伊住伫五股，住伫五股，已经受洗成做基督徒。金凤姐，丽凤姐妹带来的朋友，代华姐妹，欢迎代华姐妹来，咱大家拍拍来个欢迎，欢迎代华姐妹，欢迎代华姐妹，来遮做礼拜，5股离遮无介远，欢迎欢迎，那也请关怀组吼，伫会后那个关心一下吼，咱这时来看报告。报告有关本会的消息哈，今仔是总会，就是教会甲社会事工奉献组织哈，今仔真欢喜啊，邀请到三重埔教会陈志恩牧师前来本会来主理，咱拍手来甲陈志恩牧师来鼓掌欢迎。感谢志恩牧师周报的后壁有伊的讲道的内容，真用心的准备，用真侪圣经的话语来养持咱，互咱真正搁一摆会当来警醒，警醒家己。咱总会呢，设教的委员会主要的事工就是国内外急难救助、社群关怀、永续环境、公益和平。这就是迄个事工的内容吼。那兄弟姊妹，请关心来带导，
会叫奉献支持。我们本会的国成牧师甲怡娟牧师今日无伫，是因为国成牧师去三重埔教会助理。那怡娟牧师的话是前往文化教会。第二点是建堂的募款，伫后主日中华中会美光教会，这是有做原住民的教会建堂的募款的主日，这就是拄则牧师咧讲的要建堂，要建堂要起圣殿的意思。这个时间请大家共款来用实际行动来关心、带导、奉献、甲支持。第三点是8月24至26号，咱的牧师夫妇要参加台北中会牧者的退休会，所以8月20号暗时的早间祈祷会暂停一摆。第4点是因为国内外这疫情又搁回温，就敢若国成牧师讲的搁压起来，这疫情又搁压起来这个现象因为嘛是台湾同款嘛，袂使伤松懈，依然爱照着真像年初同款，爱谨慎同款爱挂喙安。聚会的当中就麻烦大家拢爱挂喙安然后伫门口拢爱量体温，爱搁消毒伫聚会的时阵，毋望大家拢会当挂喙安伫台中无法度，所以伫台中才有这个社交距离的，也无要紧伫聚会的时阵呢，希望大家拢会当注意家己的安全，挂喙安做好个人卫生安尼当互家己会当得到安全平安安尼第5点的部分，花语堂的防疫就请服侍。就是交代的人员来做这防疫的服饰。第6点，每礼拜3暗时8点钟早间祈祷会欢迎大家，若时间会使，请踊跃来参加。早课圣经、守望教会彼此带导，会当互咱教会会当越来越得力、越蒙福。第7点是每礼拜4。10点相连阁也是乐龄的祈祷读经班，欢迎相连团客也是新来的慕道友会当来踊跃来参加。那每礼拜4暗时阁有一个做8点会有家庭礼拜的部分不过这是看每一个兄弟姊妹若有需要会当来按秀兰长老来登记，这拢。排伫个拜4的时间，当然若有较特别的时阵，嘛会当来甲小兰长老讲安尼来甲申请第9点会计报告7月份收入的部分是37万159块，支出是24万3355块，结余是12万6804块。新朋友拄则有介绍过团契的消息，咱的儿童主日有即马秋季有一个社区儿童才艺班招生有包括那个捏塑班，有捏塑班，这真特别，应该是第一次吧，第一次有秋季的这种社区儿童才艺班这小学。部分这是主日学都是包括幼稚园跟国小的部分那这有低年级的要个低年级还有中年级，应该有包括高年级，有中高年级拢有所以这大家会当详细看。厝内面若有小朋友是厝边隔壁有小朋友的会当来详细看这个报名的部分这报名会当来怡娟牧师报名，也是校长报名第2点是当心团客伫后主日要来半日游，这个报名已经满额了所以袂当搁报名只是讲请当心团客有参加半日游伫后主日会当伫
空大集合，空大集合12:40哦，空大集合，大家小注意一下内容，请家己看。第3点的部分哈，青少年团体联合短宣音乐营地，后主日应该是讲这礼拜六甲礼拜22号跟23号，地点是伫宜兰的五吉教会。内容是有包括体验教育、音乐分享专档甲踏青，也请兄姐来关心带导，奉献支持。那伫具体3通的部分，咱感谢玉智弟兄哈，有捐赠教会一批福音 CD 哈，这是写讲67.5公分的天空，这是要免费来赠送，会当自由索取，兄弟会当赠送予咱的无道友，也是咱的身边的朋友，安尼哈，做这福音的工具，这真好哦，这嘛是一个真好的福音的工具。谢谢玉智弟兄，咱来感谢伊。啊，这就是牧师拄则讲，这也就是一个服事分享，也实际行动来做分享安尼。啊，第2点安慰礼拜是伫今仔日的下晡吼，肖正文弟兄会互相有做一个安慰礼拜哈。正文兄请起你个好了，大家认捌一下好无？吼下晡今仔日下晡3点要伫伊的府上来做安慰礼拜，地址伫咱教会附近尔，请大家看这地址那时间会拄好，请欢迎来甲因府上来甲伊关心啦哈。那家庭探访的部分哈，伫8月20号永暗，伫文聪乡府上，今仔日无来哈。文聪乡这家庭礼拜8月20号，这地址嘛是请家己过目啦哈。那有关具体的部分，请大家当拨时间来提名，为这些有需要的艰苦边听，也是要升学的，也是疗养的，为因来带导安尼啦哈。那下面的部分，请家己过目啦哈。那这是咱毋知阁有长老要补充啥物无？若是无，咱来吟尾辩诗。尾辩诗是第390首，尾辩诗是390首。咱吟诗后来请牧师来为咱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390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平安扶持馈力，家己每一个人三甲之地，对即时到永世代保证。阿门。请咱有缘安静来听圣歌队的祝歌。
好，闭会。